7月8日，不斷增長的自由。第7步是改變自身態度的契機，它使我們得以依照謙卑的準則，走出自我，走向他人，走向上蒼。12步驟和12個傳統第60頁。當我最終想請求上蒼去除了我阻礙向精神陽光靠近的障礙時，我便踏上了超出想象的光明之旅。我從自我封閉的缺陷中走了出來，體驗到了真正的自由。正是因為有了謙卑這一步驟，我感覺到了清醒。我對這一步有特別的認識，因為這一步使我現在能夠對上蒼和其他會員有所幫助。我知道是上蒼賜予我力量去奉行他的旨意，並為走入我今天生活的任何人與事做準備。我真的在他的掌握之中了。今天我能成為一個有益於社會的人，為此我深表感激。